说去？真的？哪些说去？没嘛钱？啊，拿钱没得呀？哎呀，알아보면 정말 좋은 말이야. 그러네 아버지한 거. 多少钱10块钱5斤啊，10块钱5斤你这里有多少钱的橘子？啊。有多少钱的橘子？这个嘛，这个还有4、5千块钱。你好好说，这一车多少钱？你给我说嘛。就是我的成本嘛。你卖给我嘛，我全卖了嘛，价格合理的话，是不是嘛，兄弟们？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这个还有5000块钱的。你好好说，你要多少钱？这个全部我买了。啊，就5000块钱嘛。你刚刚不是说3000到4000吗？我一下子买了，给你。那行，4000块钱嘛，卖给你。这是。你跟他谈。到底多少钱？你说。就4000块钱嘛，最低了。你们说多少钱合适一点？你看一下，让他们看一下。我把这全买了。这一车橘子买了，他的克克。你们觉得兄弟们多少钱合适？这一车让他们看一下啊，怕的错了。这我全买了啊！你把袋子多准备一下嘛。呀，每个人都拿一个袋子哦，不要拿太多了，全我买了哦。请若干的父老乡亲们吃饭啊，不是吃饭哦，这个。来，放这里啊！来，这个买好了，你们装吧。你们可以装了，可以装。来，袋子放多一点，老板。袋子放多一点啊！来。来，这个我全买了哦。每个人装一袋啊，记得啊。全买了，兄弟们。好的，全。啊，这兄。这真的有。拿起来了，我请你们吃水果啊，兄弟们，慢慢来，不着急啊，每个人装一个袋子就回家啊。好的，可以吧？好的，医生别。咋的？吃橘子啊，去吃橘子，兄弟们。装完了就回去啊！来，我看着的，装完了就回去啊！每个人装一袋，啊，装完了就回来啊！装完了就回来哦，扎西带来。知道我叫啥不？白马安琪，关注点了没有？点喽。吃水果了，兄弟们。呀，每个人装一个袋子哦。老白去然后没了，我就没事了，没了的怎么办呢？没了，做了马里看你看看，那种人的啷个了？打地说过了，没了用啊。价格就是好好保养做的，保养嘛就是的，不用叫了嘛的看你说。牙根高，不几看着胶卷的，这里打俺着了的，没了没办法啷个了去。哎，大老杨说那的呀，哦，四川考我的哦，甘肃考我的去了。아로 배박. 야, 세지 땅 말을. 아로 ಕಂ바다 아로 배박에. 세지 땅 세바상고 수고 양고 나와기고 보수요다. 나. 나와기고 제쇼아. 나zo 나와게라 정조 나와시 바라에.
到你和za州路接到身边接次从今年阿拉伯被今年看给这项原则把从不百万万进球，如果这种家中卡中的的盘呢，空软人长龙松些派有的买菜中错了，大课堂大在张小苏做了就比张着高级有在忙不接，统计是些做着财政学家就单个送到，空给送去了，有么不难弄了，俺做叫那半多呢，用不着被浪花也不些中级当，里比这个钱呢，从来当帮着的也就叫浪花了，也特别彩票中级。有么能看过的外国青年，当天这不浪呢？让你这同志吃的都动头把事就解决。你妈的热车都不到，你妈提高的那些，那么在运动的，看，这个。加一个做了没？我们啊，天天为了节的搞弄的，做到了。我们流水线再给你说不得。对的。俺们知道话民族来考，要上中啊就民族。我们的热车都不到，你妈提高的那些，那么在运动，你妈在运动的家里。这个那为不得人那老不能行，我为啥家不着嘞？他到哪到哪为啥？咱们那为啥？大门肯定都是要拆。阿鲁伯巴，因为没有阿鲁伯巴，我们很多运动员都离开了那个格斗梦想嘛。对，其实今天在这里有很多真的藏族的大咖。其实我们这个格斗运动员，我觉得真的超级不容易。对，可能大家觉得他不花钱，其实练格斗还是花钱。对，所以大家还是就是我们高原地区的男人，就是去内地打格斗，那么他们需要的是这个，所以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个怎么？感谢嘞。La pama la jol Zanda salun suye sentandi telengaya Zanda salun